今日回来啊？阿妈，这互你食。什么物件要阿嬷食？草仔粿啊！今日阮阿母去庙拜拜，伊摕一个粿互我。我知你上爱食草仔粿啊，所以我就留起来要互你食呀。紧食阿妈。啊，你家己嘛是最爱食草仔粿啊？无你甲你食，吼，你食。唔免啦，我袂晓啦。无咯，你搁咧大，爱加食一寡，吼，才会大啦，吼。来，好，你食啦，阿妈。你食啦。阿妈，你是毋是无食饱？你听，你的腹肚底咕咕叫呢。来啦，紧食啦。我食。阿妈，你哪会在哭啦？阿嬷真欢喜啦，欢喜讲有你这遮尔友好、遮尔快的事，阿嬷是伤过欢喜。阿妈，等我若大汉咯，我一定会友好你啦。我知你会啦，不过我唔知我着等下一天无。会啦，阿妈，你食饱2岁啦。给啦，紧回去困，万一若爸阿母找无你哦，会甲你骂，紧去困。阿妈，我愿意一个人困在遮，我陪你啦。天公伯啊，感谢你安尼有甲我保庇。我是这尔快，这尔友好的事。来，你就感谢阿妈，你搁讲伊好过袂告诉我听无？好，来。古早以前，有一个阿婆啊吼，伊拢同骗囡仔哦，所以。你确定钱拢无去啊？我当然嘛确定啊！但是我掠着迄个偷着我的钱人吼，我绝对会死！我想着啊！你想着啥？啊，还有啥？恁老母啊！阿健啊！阿健，你是早倒去死啊啦？创啥啦？一透早就咧叫魂哦。恁囝无伫咧眠床顶呢，啊，伊是走喺倒去哈？可能在外口耍迄摇篮花大阵，也本仔插头啊啦。啊，即摆嘛伤早啊！插头，是敢敢唔敢知影去算？阿健啊，你赶快起来！我跟你老爸的面子，互恁两个马孙仔来写了了啊！啊，毋是气一下，困在门骹口，我真系气死哦！你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不怪阿杰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唔好啦。啊，今仔几岁，当然是你甲带歹啊！好啊啦，一透早你啊吵死人了啦！吵啥死人啊？你若惊吵，甲恁老母讲啊，叫伊莫甲怀囡仔大岁。
家己吼是去食命，搁传家己做去食，啥意思啊？需要家己要甲阿妈困伫门口，你莫骂伊啦。你还惦记啦？你甲我洗手面啊？记得有听无？你啊！阿母啊，你后摆着听村长仔的话啦，啊，莫做即款写死写情的代志啊啦。我知啦，好啊好啊，我巴肚枵啊，去煮早顿啊。水去啊。钱呢？什么钱？你搁甲我地钱，我昨暗明明甲钱凑好，啊一透早就无看，钱毋是你摕，我不想摕。阿母啊，啊你来去偷摕人的钱啦？无啦，我哪有甲你偷摕钱啦？我无甲你摕钱啦。啊你是毋是嫌因像因斗散，啊要甲我偷摕钱互因用啊？恁爸讲啊衰哦，嘛袂用你的垃圾钱啦。真个真歹讲。夏桂花啊，我真无摕你的钱，我嘛毋知你钱藏喺地，我真无甲你偷摕遐个钱，我无啦。不管你有摕无摕，干嘛你派出所？啊，我都无摕，我哪能甲你去派出所？我无摕啦。啊你明明做贼生意，你要加薪，甲传走啦！桂花，我真无摕，我冤枉的啦，我冤枉的啦。你敢毋承认？该派出所，快甲你讲啥？我冤去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无。行，我无啦，我冤枉，我无甲你摕钱啦。小等下，大英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哇，开啊咯！你是咧管什么用事啊？无啦，我是咧问讲吼，恁爷要创啥？有人讲伊偷摕钱啊！无毋对，伊偷摕我的钱。我无啦，我真个无偷摕伊的钱，我无啦。是啦，恁大家若讲伊无偷摕你的钱，你是安怎唔相信伊咧？伊无偷摕我的钱，我的钱哪会写无伊？不管上偷摕你的钱啦，你误会恁大家安尼就唔对啊啦。啊，搁再讲，你讲伊偷摕钱，佮有啥物证据性？无证据，就袂用安尼随便抓人啦，敢毋是代志？我阿妈骗偷摕你的钱啦，你莫欺负我阿妈啦。阿母啊，你到底有摕阿嫂的钱无啦？我无啦，我对天就做，我真是无该偷摕钱，我无摕伊的钱啦。你无偷摕我的钱，啊无钱哪会无伊？啊好啊啦，无安尼开气啦，我替恁哦，甲偷摕钱迄个贼掠来互恁，安尼总会用的袂？啊万一你也抓无咧？嗯，你写赔我钱哦。无问题啦。阿姐，你敢真是会当抓到迄个偷摕钱的贼啦？你放心啦，会啦。小人，你若讲会到做会到，安若无抓你拄啥？是。你等，嗨！小人，真歹势哦，怎来面对你？阿 Q 姨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。阿姐，你也毋是有人花，你要去倒位来偷摕钱的贼啦？你放心啦，阿姐吼会想办法。咱入来。感谢你。阿爸，陈德啊，啊恁想要抱孩子，若死死家行行咧，咱还早倒转来。啊，就拄着一寡代志啦。阿爸，我实在替咧阿 Q 姨啊吼，真毋值啦。伊迄个大新妇桂花吼，钱拍无去啦，啊，就无赖吼，是阿母偷摕去。连恁囝金秋啊，也无相信阿 Q 姨的话啦。天哪间吼，
哪有这种事实？实在哦。若讲阿 Q 啊生甲这两个后生吼有够了然，尤其是迄个大后生金秀啊，贪着溪头村村长王阿万年因兜有钱，啊就走去互招了，想讲要得看有啥物金矿无？结果呢，人王阿万年呢当生啦，15000就得袂着啊，看有食无简单见。像这种不好囝哈，唔惊有你讲故事。唔得啦，阿二啊吼，遐尼早就来过身啊，对无？阿 Q 啊辛辛苦苦将这两个后生饲养大汉，结果呢，互家己的后生去分。早若知影安尼哦，我就绝对无话。阿爸，早若知影啥？我早若知影安尼哦，我就将阿 Q 留到我的身躯边，免互伊即摆伫共糟蹋。阿爸，你是讲你甲阿 Q 伊啊？玲啊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我甲阿 Q 吼两个人自细汉就青梅竹马斗阵大汉。也毋过我散车，我爱出去拍拼，想袂到伫迄个时阵呐，溪头村村长王阿万年，伊也去介意着阿 Q。阿 Q 也一时就得无着我的消息啦。王阿万年佫爱来高高甜啊，伊为着要漂亮这件代志，伊规日怎叫一个外地人阿二啊。原来阿爸，你甲王万年有迄段恩怨？恩怨毋是干那安尼尔，还有搁真济呢。敢若讲溪头村啦，霸占水源，若热天的时阵呢，伊去做水坝，将水甲围起来，毋互溪尾村的人食。啊，无就要甲溪尾村的人收这个灌溉。亲像即款温暖暖的代志真济啦，这一年来结成无法度化解这个温仇。是啦，看你落去总是毋好啦。啊，话讲倒转来啦，这水吼是天公伯爷所赐，溪头村的人实在是无迄个权利霸占这水源头吼，唔通用啦。甜甜啊，大家若亲像你这么好心，会晓替别人想吼，世间就无啥通好计较。阿爸，搁较死的角，总是要有人去讨才会用的啊。对。啊，你拄则毋是讲几岁啊？无赖阿 Q 啊偷摕钱，我这个代志你是安怎解决？啊，我就答应因啦，替因把这个贼仔找出来。食饭啊？阿妈现在做白干到底食饭？食就食，囡仔人有耳无喙哦。厝诶出一个老菜果，规家伙内面拢迄个下了了。阿母，阿妈就讲伊无偷摕阿妹的钱，你想要白相信伊啦？你食饭就食饭，讲啊济创啊！你通我食才是好，我食好去。食啊慢哦，衫裤紧去洗洗啦，爱擦衣破破，会记得去打水哈，水更爱打好不完哈。好过我紧的。大步带了一路带，细鱼啊一路哎呦喂！这个，咱来对，我今日来是要跟你算一笔账。我求你莫伤害我，你敢算是人？你讲啥？我问你，你是安怎放恁某求恁阿母？无啦，阮某刚刚对头阮老母，迄时的代志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管伊啊！你别多看我嘴，对的，你这个做假事的，
阵啊友好，林某刚刚咧对恁阿母，你到底是啥物人啊？是安怎要讲的家人事啊？我好惊啊！人拢会顶假死啊！你家己要动手，也是我替你来。无啊，我求你莫伤害我。你若是爱钱哦，我这钱拢互你好无？你若是爱钱哦，我这钱拢互你好无？恁某敢是钱真多，是安怎我要加偷摕一寡？你哪知影我偷摕阮某的财钱啊？若是惊人知，家己就莫做了。我问你，你明明知影恁某伫怀疑恁阿母偷摕钱，你是安怎互恁阿母安尼受冤枉？唔敢出面承认钱是你摕的？无啦，因为哦，我惊阮某知影钱是我偷摕的啦。这是假是你做主，这是假是你不好。拜托，莫搁拍，拜托莫搁拍我，我求。我怕真疼哈。是。会用的，你家己洗水呗。好。先替我动手，时阵若省了我满意，我就考虑饶你一条命。我一定互你满意，我一定互你满意。我不好，我自私，我不好，我自私，我不好，我自私。即马知影，恁阿母是受到冤枉的哈。知，我知影，我绝对唔敢啦，我绝对唔敢。真好，你甲恁阿母回息咧，若无人工，办倒请。是，我一定甲阮回息咧，我一定甲阮阿母回息咧。林秋啊，你这下要回来啊？你敢会走去酒家啉花酒泡乌鸟，泡到唔知要回来？你莫互我掠着，若无我就好好来收你。金秋啊，谁甲你拍安尼啦？哈，谁要拍啦？哪个拍到安尼？啊，就去去后边人甲我拍安尼死啊！后边呢？对啊。哪有这代志？哪有代志？你甲我解释清楚哦。规身躯的臭酒味，你甲我走去酒家啉烧酒哦。无啦，我讲你真济尔啦。原来你甲我走去酒家泡乌鸟，我知影啦，你就是你小姑娘啊，才强拍的对无？无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是去互一个后面人拍甲呢。白菜，你去偌迄个后面呢？我都无互你钱，你哪有这个钱去酒家小姑娘啊？啊？偷摕我的西客钱？无啦，我无啦。无，这是啥物？讲啊！我只是看你将迄钱哦，拢藏在花甲内底，我甲你先借来用一下尔。你真正甲我偷摕钱，你这破土地命你！我只是甲你借来用一下。你死人来！无代志啦，安尼阿爸就中着邪啦！哇，你个骗邪啦！互你母来处理吼，你阿爸即马加我爽快。讲，呀，那地方。好。金秋啊，你唔通袂记哦，是你家己要去找恁阿母回息嘞，也是要叫我办倒车嘞。我紧讲啊！我是一个真无耐性的人哦。我去到我阿母回息咧啦。真好，我会对你后壁紧紧看。你阵啊，甲我做了无满意。袂啦，我一定互你满意的啦。
严去！哦，是。阿姐啦，来等啊！阿妈，我甲你摕啦。免啦，爱关心，阿妈给你摕着，阿妈够有法啦。来。金秋啊，你怎么去做啥？我是来甲你认罪的啦。认罪？啊是认什么罪啦？你先起来啦！阿母，你先原谅我，我才挺要起来。哦，我原谅你，你紧起来，你紧起来。啊是什么代志啦？阿母，几月的钱是我偷摕的。是你偷摕？实在真歹势，阿母你去用冤枉。啊，你哪会甲我讲这啦？因为我良心不安。阿母啊，拄则我已经甲你赔失礼，啊你嘛已经原谅我，啊无代志我先来走。金秋啊，哪会向我讲这个啦？阿妈，我知影为虾米啦，一定是阿舅叫安尼做的。阿舅，是我一个阿舅。就是啊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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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够厉害呢！你就是来着迄个偷摕钱贼啦，你比别人会更较厉害哦。无啦，哪有啊？有啦。少年的，你竟然有法度叫金秋啊走来这甲我赔失礼，我真感谢你，真正感谢你。无啦，迄是金秋阿姨哦，家己良心发现啦。伊实在是我亲生囝，伊是无可能主动走来这甲我赔失礼的啦。啊，毋过你用阮大新妇几岁啊？对我无过误会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多谢，多啊，谢。唔通安尼啦。阿姐，多谢你。好啊，乖哈。阿姐，无再来等啊，无来走，多谢，感谢。顺行哈。庄田丁啊，啊你安尼做嘛对咧，吼、可惜我都无亲目睭看到金秋啊，跪因老母，叫因老母良情。是啊，阿爸，我自细汉就听你讲，厝诶有一老，就亲像敢若有一宝共款。即摆我才发现着吼，世间上吼，毋是逐个人拢安尼想的呢。宝，我看吼是笨傻啦，哼，大后生哦，甲老爸老母送去第二个啦，啊第二个这个后生哦，则搁甲老爸老母哦送去别人啦，哼，就敢若笨傻共款啊，不来啊不去，啊无想看卖啊，因两个啊，后摆我哪会闹啦？我哪是别人眼中的笨傻，哼，无要紧啦，天公伯啊吼，我哪有目睭的啦，对这两个不孝囝会处罚你啦，无亲像我，好白仔，我就最有限，我就看袂过对吧吼？嘿嘿。阿姐，
你在考前了，在等你懂吗？阿妈去洗衫，我跟阿妈斗阵去啊。你食饱咧收银哦。一个囡仔走在溪边，啊，万一若去到水流去变哪哈？我就是叫阿妈叫水流去，我才跟阿妈斗阵去的啊。阿妈年岁真会大，万一叫水流去，也无人要救伊啊。你敢拿伊吹唔钱呢？好啊，我今日若无甲你教训，我连你老母跑。拿伊吹钱，好啊，别怕了。你打伞换落来。啊，叫你去就去啦，佮徛在遮做啊？阿母啊，你后摆就莫带囝仔去溪边啊，真危险嘞。伊哦，今日教歹囡仔大岁。阿吉啦，啊你哪去走开啦？你家一边在你哭。哦，一定互伊老母安尼拍干会听吼。阿妈想唔甘哦，阿妈摕物件甲你抹吼。食啦，吼，小玲来，会死吼，小静的我，吼，来，好看，敢冇去睡着吼？阿妈，你嘛有叫阿母拍着，你嘛爱抹啦。那阿嬷这老辈，我紧袂听。袂用的啦，一定爱抹啦。袂掉伊啦，逐工甲伊家吼坐喺身躯边，拢你要甲教歹。我发现哦，大概伊来带咱食的时，迄半个月的身体哦特别歹，伊哦真实是带衰呢。啊你啦，明知影恁老母哦，像以早迄心肝就偏恁大兄遐，你若袂去找金秋所讲者。规气，互恁老母缀伊食清安尼，毋就好啊？你提上了啦，啊一支嘴咧擦擦黏黏袂煞，你不要去看迄阿母啊，烧水是香好啊袂啊？我若无火啊，你个我去。水下面哪会滚？无茶，我来提茶。我奶奶，金秋啊，走卡倒回进来啊！金秋啊，走卡倒回进来啊！金秋，走卡倒回啊，进来哦！倒回啊！哎呀，倒回啊！你在这边无说你啊！我来了，是真的。你这个，当是安怎？啊，过去灶骹你嘛烧烧去啊！你不要问你老母晓，看伊是不是吼，要甲你规家遐烧烧死啦？
唔敢，我是无说你哦。无说你哦，我看你是挑工的啦。我只不过是讲你几句安尼，你就扣伫咧心肝内。你出门要甲我小心，你咧欢喜是无哈？我唔敢啦，我甲天照答嘛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甲银秋哦，已经忍耐你足久啊啦。既然你自细汉哦，就无听银秋啊，安尼你就莫吼，毋茫你食了吼，会用靠伊食清啦。银秋啊，你自细老母就真惜你啊，哪有讲无惜你？自细汉我穿的拢是金秋啊，穿过衫啦，我耍的拢是金秋啊，耍过物件啦。连阿爸留落来迄块地，你嘛摕互伊做生意败了，害我一世都分无。你的心内哦，都敢若金秋一个尔啦。你误会啊啦！恁两个吼，拢是我的心肝囝，是我的心头肉呢。我逐日有目睭，我看甲足清楚的啦。阿母啊，既然哦，你想要讲规家遐小小事哦，你就莫管，你叫他走。我走啦！阿母，你莫跟我阿妈走啦！你甲我点起来你！你用伊找你大囝啊？你咪上听伊的？就，你是谁哦？庆招就免饲大家老母了，伊是大房呢，本来就是爱饲你的啊，哪会轮到我这做第二囝啦？啊！你到底是要走毋走哈？你走啦！叫你走你无听，走啦走，走啦！我不会看着你，你走，你走，我不会看着你啦。阿妈，你哦，这水面倒，别老海只搞怕切水啦。食啊，现在代志也袂晓做，今日你来食硬饭啦。阿妈，阿母，你莫跟我阿妈走你叫谁做啦！啊？你甲你听，阿母，你想要跟我阿妈走啦？你囡仔人知影，叫你去，你有听无？不会啦，阿妈，你莫走啦，阿妈。你是要走毋走哈？你莫走啦，点去啦？阿妈。叫你点去，你有听无？你动来啦，阿妈，你莫走。你是要走毋走哈？阿妈。好啦，你莫走。紧走啦！
人有百百种，实在吼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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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？那哭到安尼啦？啊？阿姐，你也叫我阿嬷啦。阿杰啦，你阿妈是安怎？我要将阿嬷赶出去啊！我找足久都找无，我就惊伊会出代志的。别啦，你唔通哭啦，免烦恼啦。恁阿嬷吼一定走袂远的啦。阿姐吼，天天去找恁阿嬷啦，吼。真是的哦。是咧，啊无赶紧的，咱分头出来做，吼。阿爸，无来去，去，来，哦，这个村就要上讲唔是管。头就生咧，你唔惊性命甲你一比哦？银秋啊，甲你赶出来是无？啊，讲我这个银秋啊，真正有够凶咧！阿母啊，你还生就要这款不好囝啦！我甲你讲哦，即摆是我甲银秋饲你，你是唔通皮皮走来阮兜呢？叫伊啊！哦，你伫遮哦？安怎啦？啊？你过来管婴仔事哦？哦，你认为这是婴仔事哦？啊，叫伊啊，是你的大家呢。你若忍心要放伊无依无我，流浪街头呢？你唔通袂记哦？有一天你有缘会老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阮王家有钱啊，食三代哦，拢食袂完啦，我才无咧烦恼咧。吼，你认为有钱是真重要，是无？我甲你讲，啊叫伊啊，就是无钱，才无带咧恁友好心。这毋是我讲的，这是你讲的。你是了够无良心无？人咧讲，生养之恩大如天，不敬父母敬何人？不头的人拜什么神明？神明嘛袂保庇恁啦。你安怎？莫阁讲，这是我的命，我无怨叹恁好人。叫伊啊，话袂安尼讲的啦，不好就是个天啦。我甲你讲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不头的人，就一定有报应。敢讲你唔惊是？我有啥物头仔惊？金秋啊是阮王家招呢，伊即摆已经死亡啊啦，伊根本都免插当家的代志啊。若要怪哦，就怪金秋啊无迄个才调。啊，阮都拢讲好啊，将饲你半个月，安尼阁无够好哟。人爱知少啦，脑子就莫来阮兜啦。哇你！感谢你哦，这么关心我的代志。好啦，啊叫伊啊，我看安尼啦，你暂时哦来阮长塘爸遐住一阵啊。你长塘爸呀？我就好表使啊。
Q 姨啊，巴肚枵紧食啦，紧食。阿 Q 啊，等来就好啊啦，紧嘞，趁小紧食吼。嘿啊，早知讲这两个只母校吼，生出来时阵若好甲地底死啊，真正。有诶，我袂使啊，单无影笑啦。阿 Q 姨啊，我才想无呢，你生到这两个后生啊，对你遮尔啊不好，一直安尼甲你忤逆，啊你拢袂怨叹，袂婚姻哦。我若去想着我迄个心肝仔孙哦，我就真满足啊。阮阿杰啊，这个囡仔真乖，真友好，真友好我这个阿嬷。为了我这个心肝仔孙，搁是有较济委屈，我嘛使忍受落来。刚才讲，金秋甲银秋啊，拢是我的亲生囝。我袂怨婚姻，袂怨待因啦。哇，讲，叫伊啊，是讲吼阿健吼，佮遮尔细汉，啊金秋银秋啊，佮对你安尼，啊你嘛真是吼，需要有人来甲照顾，后摆你日子吼，真歹过呢。对啊，我讲安尼啦，你规矩住伫我遮，我甲你照顾。看怎讲，我是你的表兄了。遮敢若你有后头厝咧，住伫遮是应该的嘛。唔通啦，人讲闲仔话啊。阿 Q 啊，感谢你啊，对我遮尔好，多谢啦。要毋过安尼落去嘛，毋是办法啦。我看真正无办法啦，大个，就算讲你可能有本事哦，你无才调，甲这不孝囝变做有孝的啦。讲啊，这两个哦，看出出的啦，就搬到遮尔啦。